好多人誤以為學習最重要嘅能力係點樣將知識吸收，但係學咗咁多嘅 course， 俾咗咁多錢，得出嚟嘅結論其實係點樣將你學到嘅嘢轉化學以致。我學咗咁多嘅短視頻課程裏面，我發現當我真係拍嘅時候，所有嘅理論都會拋諸腦後，完全唔記得之前學過啲乜嘢。但係當你 keep 住有系統地睇翻之前，溫翻你學過嘅 theory 之後，你每一次拍都攞翻之前嘅 theory 睇一次。今次我想用 theory A 嘅開頭咁樣拍，咁你就真係由呢一個 theory 轉化做自己實踐嘅第一步，呢一個動作先至會真係幫你由知識轉成自己嘅實踐。你曾經用過嘅時候，就會深深落咗喺實踐庫裏面，而呢一樣嘢就真係變咗你嘅智慧啦。所以講緊其實學習並唔係穩定地吸收新嘅知識，反而係輸出嘅重要性。所以以後大家當學完一個 course 嘅時候，唔好急住報下一個 course， 睇完一本書嘅時候，亦都唔好急住睇下一本書。最重要嘅係你可以做到每隔一段時間再重溫一次裡面嘅知識，諗下喺現實生活裡面到底你有啲乜嘢情景可以真係用到呢一啲嘅 theory， 一個穩定嘅重溫、穩定嘅輸出、穩定嘅轉化，將所有學到過嘅知識同埋課程牢固地將佢轉化做我哋自己嘅智慧。